来看 NCC 委员的人事案哦，延前超过1档咯。行政院伫7月底佮提名将人选等4个学者，今仔嘛办公听会。在野党是强调讲，因会严格来审查。公听会学者专家希望讲 ，NCC 委员当赶紧来保护者，互 NCC 打击诈骗、并得换照的工作，通顺利来进行。NCC 4个委员会议一直无报，提出空等真久。行政院一直到7月底，再个提名成大资工系特聘教授蒋英先、东吴法学院特聘教授田明修、正大广电系教授黄伟伟，也甲世新团管系助理教授罗慧文担任委员。立法院28举行人事案公听会，在野党各再声明严格审查。NCC 的委员呢，应该严守法定的资格跟公正职责。不符资格或有利益冲突的呢，应该主动的来撤回这个提名名单都没有办法提出审查，长达1年时间没有补人，那立法机关又如何能够审查呢？行政部门的怠惰，政府部门的怠惰就是失职。因为 NCC 的委员会关业不足，造成广电业者换照业务，这重要业务拢暂停。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希望 NCC 委员赶紧保持，莫造成业者的权益受损，而且打杂条例处罚修订暂停。学者也希望业务会当正常运作，为打杂尽心力。NCC 竟然花一个行政指导，要求系统业者，请你们审酌消费者权益哦，然后持续播送未获执照的频道。那这一种就是一个执法的乱象。我们期许是希望说，立法院人事权的同意权赶快通过了哈，因为不然我们现在委员不足，都没办法召开正式的委员会议。因为人事案一直无通过 ，NCC 也希望新人事会当顺利通过，互委员会会当正常运作。若是未来4个提名人会当顺利通过审查，任期会当到2028年7月底为止。记者采访报道。